究竟膝頭腫痛需唔需要打針？膝頭有腫脹，行路嗰時膝頭內側又隱隱作痛，你可能係有良性膝骨性關節炎。你需要嘅解決方法未必係食止痛藥，或者做手術，或者係打透明質酸膝矯形器 K39D 可以幫到你。事實上，膝頭腫脹係因為骨磨骨而產生骨粉，刺激到關節腔內滑膜分泌過量滑膜液，導致膝頭腫脹。過去其實有好多位患者嘗試過打透明質酸去解決，但效果只係好短暫。我以前打開透明質酸，好舒緩到短暫，即係嗰段時間係短暫舒緩。打啲骨針打咗成4-5次啦，下牙2-3間鋪位到啊痛噶啦。好在而家有膝矯形器 K39D， 佢利用3點矯力將膝關節內側打開，避免骨磨骨嘅情況，長久有效解決膝骨性關節炎引起嘅腫脹問題。啱啱開始，而家就 feel 到已經冇咗嗰種痛嘅溫度。頭先做嗰啲動作嘅嚇親。你左嘅咧就減痛咗，右嘅完全都唔會痛啊！產品係攜帶式，可隨身隨時隨地佩戴，冇風險，更實惠。經過多位用家實證，超過5000位客戶滿意，從根源解決問題，長久見效。好多病人因為打咗透明質酸冇效而嚟我哋公司之後佩戴膝矯形器，效果都好好。快啲預約過嚟試戴啦！